到他的杭州内地扎黑的，我们的杭州阿西亚一路部的马拉松，这个赛要梦想拉了的。这个好看蛮的哇嘿，玩我们的队跑打来去搞顿克。早上好。想问一下，您今天早上是跑多长时间了？9公里。您好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我看您是带孩子过来晨跑。是。想问一下您一般来说都是跑多长？一般是5到10公里的。Hello， 你们这么多人一起跑呢？对啊，我们是迎奥运追风少年。那我可以加入你们吗？当然可以啊，那边还有很多小朋友呢。Let's go。马拉松亚洲的累累完成这个赛事啊，里大去嘛点了花黑的，这能玩了我们和跑长，我能够我们去的马拉松这个他特派呀，我来上我们。澳的杭州啊，现一路不他和跑的你可以黑的无浪的去了，那咋去做？这不都他了和跑路嘛，各路是来玩呢。因为他们玩的去的打鼓路不了跑了，和跑打嘞，挖到他无浪的去，再去做。杨颖，小鱼过来采茶叶。好。你在采茶叶呀？对，来，我来教你采茶叶。好。小鱼差不多嘞，我们要不拿筐装一下？这就是我们为亚运的献礼吗？是的，但还要加上我的茶道。走吧，我们去找一个茶馆，把它做成干茶。好。弟弟，这边可以炒茶叶吗？可以的，跟我来。今天我们摘的那筐鲜叶可以炒多少干茶？大概2两的样子。一筐只能炒成2两。你们的茶叶都炒好了，剩下的在这里面。打到龙井盆我们要找日新茶的去，和清起它的土路化了嘛是活了的。谢谢。好茶。我们把这个茶叶送给为亚运忙碌的人们。好。蒙巴乌斯帕德尼克黑的斯拉，怎么跟的那里马拉松不是跑了5克？那我也为亚运送上一份祝福吧。好。跑的那个黑的斯拉，能拿你马拉松不是跑了5克。来休息一下，谢谢。天都黑了，还没到呢。胜利就在前方。怎么我们乌鲁斯泰名字到杭州的Olympic Sport 铁路不干了的？从白天到晚上，我们终于完成了挑战。在阿西亚一路部的塔纳金普罗萨的马拉松加斯特普切了的，但乌克champ瓦里塔阿拉提亚了里。可是他们的杭州阿西亚一路部的普拉尼斯特鲁塔拉ham粗不拉在帕提的和乌斯杰的 halk 帕卡的布。志愿者。那看阿米亚提普的苏诺
的lumra new monastori zakran, au de ruhtia satane karakawonki. Dueta watklo showay chai, the Hangzhou Asia Yilubu的 para, Simontiniki Hiri, Sagandawi. 杭州亚运加油！